不用，梦儿，为父爱了梦儿，为何身作其此呢？啊！爱堂讲，凡怒攻打应的主念，父亲爱挂水出马，水爱当天，爱老父亲中央，改问三家，虽然父亲都杀从杀嘿，你总得马上运转而去，你敢太祖太医，改问真假，想要听爱来去啊！为嘛总得？父亲，您是嫌个死哟？我人死梦死啊哈！啊，唔过我嘅本领让人穷用推，你相信你就等嘞，肯定杀虫亲眼看伢来的有几条。沙床上唔系意思就会我梦，时时刻刻最危险性命关头。你把到做嚟本去搞家分嘅蔬菜系冇？你老系堂上写来，为父出征日期间，你好好公书，有好伢母亲啲冇？父亲，既然伢意思讲，绝对冇可能拖挨去咯。你想就唔是想啊！好啊，你那么拖挨去，这是冇要紧。等大海的，你先叫他出门，那就后悔嘿得去。乜该？哎呀！情梦爱过心啊，何曾来强啊？不负苏啊来，爱从来痛啊！爱应当写来发，条给相啊，红夫情爱梦啊，小儿爱郎啊，梦儿，阿爸，你就按上天的父亲去冇啊？嘿哦，我今天一天要看你去。好，那系父亲要考验你，考验那个父亲就不你听了。你係父親，你講嘅哦，你真的好人哦。嗯，君子一言。快馬一點。请父，來，是哪一副漱口不爱？曉得。父親，我拿漱口，要靠乜雞呢？打开漱口，佢要靠伢头脑，还有最重要嘅系日头。沙虫交战，日头冇拉爆，就数人数七大呀！哈，父親，今日就靠對方咧。我心目馬該就冇，絕力太無橋。漱口拿來咧，老前望老眼靠起来。曉得。前望，这个拿出伢本领，打开漱口吧。嗯。你们轻强咩？按小口的漱口就冇办法打开来。给媳妇，给老叔公听中的你啦。你哪讲的？小小年纪，狂妄痴态，眼中无人轻浮。来，带佢落去书房，
好好反省，不准任何人老家书卡打开，一切等下恢复张国讲。什么你？啊，父亲！驸马，请你用心在山上的蔬菜，时时刻刻要小心。梦儿的事情，你就莫放在心头，俺会好好再来讲告记呀。这一切有劳公主，你马上要多采高葱啊！一切要小心。明明看见兵马钦派，全书文盘虎三门风向一头，又为何不见中央？三门太可呀！老英人啊，让俺一上详细瞧来。
见元帅，上尉空无一人。罗水国兵马真是不动用，小小可可，就骗我军杀得落花流水，片甲不留。拖手便罢，不拆了他来你啦！所有兵马老爱一上啊！老哀伤哦！元帅，太军兵马忙按一上前去哟。感觉还有嘛个鼓励么啊？嘿嘿，我感觉哦，无嘛个妥当。你只想看两国交战，只是一时片刻了。就他罗水国兵马，莫可能按简单就甘愿前来退兵了。我强将入去内中有诈。元帅不宜多做观察，爱义上也不慢。感觉也很有道理了。分明黑起罗水国兵马，不定系太同效用，逃命而去，何时要鼓励呢？这么，哎呀，元帅呀，只好嘞不过，我系万军主帅，我用办下令，所有人就用办做，按讲时我用办做太师啊！哦，你是元帅，大家就会唐人街。只不过你们忘记一句话，唔唐老人言，是亏在眼前。我一上你就一上吧。有差错，爱担当来你啦！太退兵马老俺一上。发生何事？叫送了观看啊！带，面前岂不是落水王子吗？哎呀，请朋友！今日已经做我嘅空山计咯，相信你拆一一南背田，我三正一气汉本义，台下嘅万岁下出红书来投降，那么早将你满上财神平天，将人嘅兵士上困到死。来人啊！准备围上！了就快了。用路用啊扎，空上啊地呀，爱同兵皮呀为呀，菜上啊累呀。江风梦啊罗那，失足意呀，爱一个出啊
那所呀，莫看亲啊，是多咿呀紧啊，样板啊行啊。做事有想啊，办救兵啊，法界为呀险啊，安强那心啊。太爱速速下来。旧报已经写好了，不过姚敏何人送回朝歌呢？陈伯父，陈伯父，哎呦，陈伯父，哎呦，你这个很矮嘿，是啦，我头家恨你啊！哎呦，这很多按台上做乜鸡呢？陈伯父，哈？我要拜托你，人来送旧报啊！哎呦，该么呢？当初时节啦，你用把这个讲，我强死，做不了太事。哎呦，你安慰咩？用啊，你下我向我送旧报咯。陈伯父，我无采纳我意见，喺我嘅部队，我老你费事你人来送旧报好冇啊？哎呦，跟你们这么的奇怪哈？按多个呀病死啊，跟你偏偏唔肯，但将我很爱呀，挑事鞭拍落嚟，爱唔好咧。陈伯父，马上定义长牛剑分色无望，马介场面人士看过，也上外兵马重重，旧报除了你送，就无人做嘅生意，你们阿位记恨老爱送啦。一言一中，千言无用。哼，我偏偏唔送呢。看见按件子嘅用诶，唔本爱参详，嘅爱是干嘛？哎呦，你来看呢，元帅呀，这个白天了。你咁樣啊？你咁樣啊？愛吃牙誒！哎呦，來啦！反正啊，牙呀也按落嚟，愛吃啦，不你吃，不你吃，不你吃。嗯，我用我咁陳伯父，我求你呀！嘿。大丫頭啊，愛橋
可你呀。好嘞，真好嘞。有怪哟，发呀牛啊，汤啊天啊，头颅是啊病啊，难怪你呀。哎呦！